台湾网球一姐谢淑薇在迈阿密网赛女单击败世界球后大阪直美、前球后瓦芝尼亚奇后，今天在8强赛以6比3、2比6、5比7败给前练球伙伴爱沙尼亚选手孔塔威特。大会第27种子谢淑薇和大会第21种子孔塔威特 Anett Kontaveit 很熟，前澳洲球星麦纳米 Paul McNamee 是两人之前的共同教练，两人曾是练球伙伴。谢淑薇23日以4比6、7比6、7斜线4和6比3扳倒当今世界球后日本名将大阪直美，挺进女单16强。她昨天再度以6比3、6比7、0斜线7、6比2挥落第13种子丹麦甜心瓦芝尼亚奇 Caroline Wozniacki， 生涯首度打进在 WTA 顶级超强 Premier Mandatory 等级女单8强。他先前4次与瓦芝尼亚奇交手仅拿下过1盘。谢淑薇对上球后级人物屡屡上演以小博大的戏码，迈阿密网赛先扳倒大阪直美，去年在温布顿也击败过当时世界排名第1的罗马尼亚好手哈勒普 Simona Halep， 昨天再度撂倒球后级选手瓦芝尼亚奇。